苗栗公馆真的很适合亲子游哎，许呱呱呢，不论是撕缝粽还是绑布哎，都懂快喽。好玩的还有这个，在公馆还能够 DIY 做茶壶哦。哦 ，baby 你看，我要做这个香皂，你要做这个？也要啊。这个用，这个叫什么？茶壶。这个有。这是什么？煎茶。茶壶。你喜欢哪个味道？你觉得哪一个味道最香？哪一个茶壶最香？我看。这个嘞。我觉得这个味道我喜欢的，这个喜欢吗？我喜欢的。老板，我可以买这个茶壶吗？对啊，俺料的去加州茶壶。哦。好的，走。茶壶 DIY 很有趣，特别的是这里的茶壶是用捏的，让呱呱跟我可以发挥想象力，捏出自己独一无二的手工茶壶。宝贝，我们要去加州茶壶哦。你要做什么？我要做这个。哦，我们这茶壶啊，可以做懂得等一下的东西哦。要从哪边开始做啊？从这边。从大头吗？对，然后你可以先从它的身体啊开始做，小小的开始做，再做大大。好的，这样这样。设计图。好。要粘的时候，不一滴水再粘起来。哦，这样茶壶就粘得起来了。哦，安子塞，什么呢？什么呢？好，要开始了。这个头这样会不会太小？再大一点，再大一点点。好，再切一个给妈妈。这样，切。好，不要弄它的位置。好，那你呢？帮我切身体，你再帮我切一个。你要这样啊！你看，怎么弄？这样子。加油！加油！有点麻烦，但没关系，加油 ！Baby， 你看这茶壶冬蓉哎，有没有？有没有好香？好香，对不对？我想吃。真的假的？这不能吃的啦！你要拿来吃哦，你太好笑了。你看我可以拿来洗手啊。也可以拿来洗手，对啊。老师，我们的茶壶虽然有一点丑，它的尾巴掉了。安尼就好了，要黑鸟去加州的茶壶。我们做的茶壶冬蓉哎，去加州茶壶冻好高。